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电协和发电厂要来开发到第4天然气的接收站，是引发到不少环保团体抗议。内政部长林右昌当时咧做佳人市长的时阵，是原则同意台电来开发。 但是，佳人市长谢国良昨来宣布，要来废止掉林右昌的动议案，而且要求台电针对着新的方案，要提出着申请。台电是来回应讲，将要提出着行政的救济。 几日期大举延动蔡天庭协和发电厂，我佳人港含挂木山是全台湾唯一小动油的发电基础。为了能源转型，用气换油，台电提出填海造路，去第4天然气接收站。不过，生态经济和款团真不满，佳人市政府有上新的动作。依据行政程序法相关的规定，我们将废止之前基隆市政府 原则同意2.0方案的公文，针对台电的新方案，也就是3.0，要求备齐申请资料，重提申请。 前一任佳人市长林右昌，捌伫咧2020年原本同意台电开发的事项，谢国良就任了后，新审查通过。款团提案的后海公道虽然尚未行钱，以违背中央法规为由撤销公道案，不过谢国良即马搁一摆废止细节开发的同意函。我们坚决守护市民的人身安全，当地的海洋生态， 以及我们航港的产业的发展。谢国良讲，台电3.0版的填海造路的范围，和2.0版方案已经完全无同款，要求定申请。台电回应，对这件代志感觉真遗憾，会透过管道来提起行政救济，保障市民用电的款项。总算展现出了一个基隆市政府应有的态度，因为整个环评程序的瑕疵斑斑、劣迹斑斑。 四这方案行甲真袂顺，中央电网、台电和款团若无法度达成共识，短时间内争议恐惊歹收煞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